新的就鱼枪，鱼枪在我们阿美族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原住民有猎枪，猎就是我们阿美族还有八禁。八禁就是我们阿美族的那个鱼枪啊，我们是靠海就是用鱼枪。这首歌呢创作，它大概是在说一个阿美族的夫妻，老公去打鱼，可能不小心在外面发生了意外，老婆她的另一半在家里苦苦的等候着她的回家，结果都等不到，结果发生不幸的消息，她就每天插那把鱼枪，想着她的老公。当然有一个情境就是，像我们阿美族有一个像夫妻都会一起唱我们阿美族的复音的那种夫妻一起唱的那个增进感情的歌。可是老公走了，剩下她一个人怎么办呢？哎呀，她很思念她的老公。好，再来这首新的旧枪，好，谢谢。